游完水食早餐之後去南山，諗住去 Sam's Club 買少少嘢。哇！今日咁多人。營養餐走火腿、大火、熱鴛鴦。香港生活咗咁耐，都係中意香港嘅速度，包括係茶餐廳出餐同我食嘢嘅速度。食完早餐去 Sam's Club 買啲嘢，上到嚟第一次坐呢部車都幾得意。終於嚟到 Sam's Club， 介紹呢度有幾個產品，分享下俾大家。第一個介紹呢個超級好食，入邊有肉鬆，49蚊，佢就回味。另外一個就係回味嘅格之脆餅乾，呢個又係 OK 嘅。翻去開箱俾大家睇。終於買到翻屋企啦！呢個回味品牌其實係香港品牌，入邊獨立包裝，味都好濃。一啲蛋卷包住紫菜同肉鬆。第二個要介紹咖喱豬肉鬆、南乳豬肉鬆，全部都係獨立包裝，好似類似啲格仔餅咁，包住啲南味。超香南乳肉鬆呢個組合，虧佢諗得到。最中意佢哋係獨立包裝，所以攞定幾包翻公司醫下肚。呢個就係咖喱味嘅格仔餅，開俾大家睇下。格仔餅有蛋花味、豬肉鬆同輕輕嘅咖喱味，呢個做得好食，呢個做得好食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介紹，拜拜。